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1月15公视台台早起新闻，我是郭碧君。目前天图风台已经减弱做轻度风台，不过气象署也继续发布海上加陆上风台警报，估计到半暝暴风圈会卡到台湾的陆地。咱来听气象署最新的说明。 大家早安。西北太平洋上第25号天兔台风的强度在今天清晨减弱，清晨5点左右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早上8点的时候，天兔台风中心已经来到鹅銮鼻南西方大约200公里的海面上。预估未来会以逐渐减慢的速度，每小时11转8公里的速度往北北西，再往东北的方向往台湾西南方近海接近。 预估它的暴风圈将在深夜以后接触到南方的陆地。目前我们持续发布海上以及陆上台风警报。海上警报区是台湾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以及台湾海峡南部。陆上警报区域除了原来的高雄、屏东、恒春半岛以外，增加了台东。 今天上午开始，像基隆北海岸啊、马祖，甚至恒春半岛。 还有下午以后的屏东的沿海空旷地区、绿岛、兰屿和澎湖将会有8到9级的强阵风，而晚上以后，恒春半岛随着台风逐渐靠近，还会有9到10级的强阵风。花莲以南地区、高雄以南地区断续开始下雨，然后逐渐这些雨势在下午以后，连台南就是南部会稍微向北扩展，然后连花莲的比较北段路还有东北部的地区都开始有些短暂的降雨现象。 而主要的降雨的时间在今天下半天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花莲以南、高雄以南地区将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我们预估降雨。天图风台已经减弱做轻度风台，速度有放较慢。气象署估计到半暝暴风圈才会卡到台湾的本岛。也若恒春半岛东部、东南部地区甲屏东地区的民众，就要注意雨水会愈暗愈粗。 根据上新的资料显示，天图风台伫过去3点钟的强度有小可较减弱，速度也放慢。暴风圈的范围卡到台湾陆地的时间，将会延到今仔日尾暗到暗时。央过希望对东半部甲南部有影响。在台风接近的过程当中，花莲、台东、恒春半岛以及屏东这边的降雨会逐渐变得明显起来，而且开始会有局部性的豪雨出现。那风力的部分在恒春半岛也会逐步的转大。 气象署预估天图风台有可能伫台湾附近驶向北平了，沿着东部外海向北平行，也有可能伫17就减弱真济热带性低气压。但是有一款资料显示，天图风台也有可能行向西南平这个方向。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华东甲恒春半岛地区就要注意落大雨。咱来看云图。 天图风台瓦今仔日受外围环流的影响，华东地区甲恒春半岛地区可能会落大雨，尤其伫咧台东甲屏东山区要注意局部大水雨，愈暗雨会落愈粗。其他的所在是侪云，可能落局部阵雨的天气。另外，气象署嘛有发布强风特报，今仔日早起是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甲马祖地区会透强风。下晡开始，风台瓦近屏东沿海甲绿岛、兰屿、平湖，嘛拢会透8级到9级的强阵风。直至到暗时，恒春半岛可能会出现10级的强阵风，提示观众朋友就要做好防灾的准备。 世界棒球12强赛当日拍，所因为天图风台接近台湾，棒球协会表示，但是台北市宣布停办停课，比赛也就会先暂停。也因为国际赛爱伫时间以来比互煞，无排除伫天母棒球场的比赛会缩到大巨蛋，一天就要比2场。为体顶降落来水池，外头后壁拢淡了了，有民众反映13。 台韩大战的时，坐伫大巨蛋第5站拄着漏水，后来风换位也是真败兴。黄先生昨暗都坐伫头前，伊讲有看到，有被滴到啊，他有抱怨一下这样。那后面好像他有跟人员讲过来，人员就带他就换位置这样。北市体育局表示，10时透早到民众反映亲像漏水的所在勘查，初步判定是空调出风口的冷凝水顺光线滴落来，虽然是漏水，已经要求转向水改善。主办单位棒球协会讲，12强赛有真侪漏水的位拢无赔，也留一寡位置会当补过来坐。虽然满场，可是我们的位置是35000不到。
就是把很多会漏水的位置不卖，再来也留一些位置给我们要有漏水的地方。天土风台挖进台湾本岛，邦晓讲，那北市宣布停班停课，会随暂停戏剧的比赛，甲 WBSC 讨论后手新来比赛的日期时间甲地点。那一般落雨影响赛程，无排除天母棒球场的比赛刷到大巨蛋。大巨蛋只有1天排1场，我们也有跟远雄有初步讨论过，他们也了解，也愿意配合，如有必要，大巨蛋1天排2场，甚至可以多到3场。他们都可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国道1号路南201.7公里彰化路段，昨早起8点外发生车祸，有一台上北的大货车车链落到对向车道，接着一台轿车，佮害另外3台车拢做伙。防驾着的姓陈的驾驶送病院了后救无转来，事故原因等咧调查。车驶伫国道1号路南彰化路段，想袂到对向的北向车道突然跳出一粒大轮胎，搬过中央分隔道了后，直接击到路南车道的黑色轿车，引起高温导火了后，佮扫到外侧车道的其他车辆，跳到路径才停落来。救护车赶去现场抢救伤患，黑色轿车的姓陈驾驶因为先受影响，当场无生命现象，虽然紧急送医，也是宣告死亡。经急救发现头部外伤、颈部撕裂伤、气管破裂、2侧气血胸，经急救后仍无生命迹象。就是早起8点外，国道1号201.7公里的所在，一台驶伫北向车道的大货车轮胎脱去，飞到对向南向车道，先击到一台轿车，佮引起另外3台车风扫条受追撞，有7台车受损。风扫条驾驶讲起意外迄当时，也是心会大响。那天在加大量，在美利亚哈。营业半连接车，那左后轮轴脱落，导致说轮胎的话冲到南向车道，那导致南向车道有4部自小客车遭受到轮胎的撞击，或是先后追撞。这台出代志的营业半连接车也停伫北向的路径。倒边后壁就一粒轮胎，警方表示，肇事的姓郭驾驶无酒驾反应，也毋过也是会以违反道路管理处罚条例，处相关6000的罚款，造成人重伤也是死亡，也被吊销驾照。这件意外也造成国道彰化路南路段，但4至5公里大约1点多钟了后，现场的状况才排除。记者综合报道。配合有一个阿兵哥昨日暗休困离开营区，所有一个姓刘的驾驶食酒驶货车弄死。另外，伫咧桃园也有一个派出所的警察伫咧执行酒驾取缔轻步的时，煞互后壁食酒驶车的驾驶弄着切着伤。13暗时6点外，拄离开营区的细庄的中枢，即行到路中，就一台小货车龙，头含手拢受伤，伤势真严重，紧急送病院嘛是同款不治。嘣一声跑出去看，我以为应该是车子跟车子的那个声音才有那么大，我就跑出去看，结果不是，是一个人躺在那边。记得讲一透早现场技术，国道车驶真紧弄过去了后造成的碎片，肇事告诉嘛，互警方发现酒测达超标。南侧往北侧横越马路，双方发生碰撞制造事，造成张男受伤送3种澎湖医院救治。初步肇事原因已由本分局交通分队承担调查中。现役的军人因为有人啉酒驶车不幸无命，军方会专力来帮助死者的家属办理丧葬、留守负伤者部分，只是食酒驶车的状况嘛出现伫桃园。这个警察是骑警用奥多拜执行食酒驶车机动拦查勤务，伊伫中正路的时阵拄着红灯停落来，后壁的车速弄过来，互伊手骹切伤，但是驾驶伫第一时间竟然无停落来。该驾驶肇事后不顾远警拦检立即逃逸，远警立即通报拦截围捕，迅速查获该驾驶到案。肇事的驾驶酒测达0.55，已经严重超标。虽然伊讲要甲车停好再来处理，并无要让讲，但嘛是互警方依法来移送。公路单位讲，过年前后是买月和参会的大月，即马离过年愈来愈近，警方严正声明，对食酒驶车行为绝对零容忍，会持续来加强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今仔日的报纸。头期显示，联合报海基会前董事长郑文灿，被人指控贪污罪，检方起诉郑文灿等11个人，
桃园地院昨2度开准备听书庭，传被告提出企业总管理处前执行副总校水文。校水文是认罪有误写，是真后悔，希望通减刑，也是假罪。电文团方面是按算12月19会出庭。接下来是自由时报，消基会检验市面上卖的盐水，发现12件用品当中只有1件无农药残留。呼吁食药署应该采用风险系数，让消费者会当直接判断产品的风险。也若食药署是讲已经把资讯提供给卫生局来调查，会继续针对盐水来加强抽检。6月是中国时报和中国扣押4个外国的骗澳籍渔船大进晚88号，前立委林炳坤带队昨到中国，甲国台办人员进行最后的协调。但是顺利，只要纳20多万的人民票的行政罚款了后，中国上紧今仔日就通放人放船。再来关心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到秘鲁参加2024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13日利马街头是发生几多站的示威行动，伫距离会场无远的所在就有警民冲突。相关的诉求包括国内犯罪严重，各有大国家为着私人的利益来投资。示威的民众摕物件讲警察，互相堵塞，那想要冲过防线，现场也有人收美国加中国的国旗。Sería bueno que esa inversión que traigan sería bueno para el progreso de nuestro país, pero lamentablemente no vemos el progreso es mínimo. 一个示威的人骂总统博迪纳是凶手。因经伫咧 APEC 会场附近，甲最近一寡街头抗议，一个工会罢工，一寡甲政府的对抗战线由来遮，要互全世界看到因的诉求。其中一项是过去几个礼拜，利马的犯罪暴力事件一直增加，因也唔相信总统博迪纳所讲的要赶紧解决问题。Bueno, me encuentro aquí indignada porque cada día este gobierno y este Congreso, que es una mafia criminal, porque solo hace leyes a favor de la delincuencia y abandona al pueblo. 这边示威者内面有一寡是为了要甲一阵伫咧2002年抗议时阵，互警方杀害百姓争取正义。迄当阵因对前总统卡斯迪奥被罢免，引发全国真侪所在抗争，要求继任的迪波纳下台，也有修法提前大选。引发抗争，有60个人死亡。第二家警方的冲突有人受伤，带头抗议的几个工会讲，袂安尼就准堵线。14、15两天也有安排。伫这么真侪国家的领导人，包括美国总统拜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人，拢已经到秘鲁要参加 APEC。利马市这么真无平静，警方的维安也高度戒备。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后礼拜一要举行G20峰会的巴西，13日咧最高法院外口所传出爆炸，有一个查甫人想要冲入去法院，失败了后就甲炸药点倒，自杀身亡。当时法院内面的法官甲员工拢赶紧疏开，附近的总统府甲国会也提高警戒。巴西警察省长表示，因当咧以恐怖主义行为来调查，这个案件可能甲去年反对总统罗拉的暴动有关系。巴西利亚停车场传出第一声爆炸的声音了后，警方随赶到现场拍火，没想到一个炸暴内部的查甫人，后来想要弄入去上近的最高法院无成功，随着阁发生第2摆的爆炸。Deu joinha pra gente e passou normal. E do nada a gente ouviu simplesmente o barulho. Eu olhei pra trás na hora do barulho e saiu fogo, aquela fumaça. Os seguranças do STF vieram quando eles estavam vindo novamente, porque eles jogaram na estátua da justiça, né? Ele jogou. Quando os segurança do STF estavam vindo todos, ele jogou novamente, foi quando estourou e ele caiu. E eu vi ele caindo assim. 这查甫人伫爆炸了后是当场死亡，伫雨内面，伊就死伫最高法院入口的所在。拄结束全体会议的大法官随安全撤离，当局研判这可能是一个自杀式的高动行动，因为最高法院、总统府和国会大楼拢伫这个广场顶悬，有关单位唔敢大意，遂加强4颗地下的警戒。好在迄当阵总统鲁拉并无伫总统府内面。Segurança da esplanada, a segurança de toda Brasília está preservada. Então esse caso, que a gente vai avaliar
verificar ou não se for um caso isolado, a gente não pode dizer nesse momento. 巴西伫后礼拜1、拜2就要举办 G20 峰会，地点虽然伫里约，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暗算伫峰会结束了后，会来到巴西利亚做国事访问。伫峰会进前发生这个爆炸的事件，时间点是真敏感。另外，这个广场都是去年1月初八，前总统波索纳洛伫败选了后，支持者暴动冲入国会地点，维安单位正加紧绷，要确保首选制度的安全。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美国众议院选举上新的结果，共和党摕到亚利桑那州第6选区了后，掌握全院过半的席次。现任众议院议长Johnson有可能予共和党提名继续做。另外一方面，Trump 13去北京，甲现任总统拜登参详交接的事项。美国丹麦上任的总统川普13到华府进行拜会行程，这是伊胜选了后头一届返来首度款，这也是共和党自2018年了后，搁再摕到完全执政的地位，全党是欢头喜面。They used to call Bill Clinton the comeback kid. This is the comeback king. He is the king. Okay.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This is a very nice gathering, isn't it? Nice to win. It's nice to win. It's always nice to win. 川普当天搁去北京和现任的总统拜登参详交接的代志，双方拢真好哩，气氛袂歹。President-elect and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And looking forward to having a, like we said, smooth transition. Politics is tough, and it's in many cases not a very nice world, but it is a nice world today, and I appreciate it very much. A transition that's so smooth, it'll be as smooth as it can get, and I very much appreciate that, Joe. 另外，众议院选举上新的选票统计，亚利桑那州第6选区共和党的议员胜利，最后共和党伫全院435席，摕到过半的218席，稳坐多数党的地位。现任的议长蒋森也得到提名，可能会当留任。不过，不少的众议员假持13向蒋森提出请辞，原因是要互川普提名做司法部部长。消息一出来，是惊到美国的政坛。Matt Gaetz has faced a couple different investigations in recent years arising from the same allegations. The Justice Department examined allegations that he had a sexual encounter with an underage woman. That investigation was closed without any charges. And the House Ethics Committee has separately embarked on an investigation that remains pending. 司法部2029年开始就对Gaetz进行小连续的调查，内容牵涉到性剥削、人口走私案、无妥当的性行为、非法药物的使用。众议院伦理委员会今年6月公布的一份记录，指出Gaetz唔但伫性方面行为真唔通，佮牵涉到真侪其他问题，亲像收无妥当的礼物、加选举资金转做个人的使用、想要干扰政府的调查等等。对此Gaetz是拢否认。若伫伊请辞核准了后，众议院的调查也会冻点，不久爱伫8礼拜以内选出新的众议员。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伫咧美国的加州，有民众为着要领保险的理赔，争取险去破坏轿车，嫌犯利用这部犯案3届，得到新台币400万的赔偿。保险公司感觉真奇怪，去报案，落尾拜三是以诈欺罪有4个嫌犯互抓起来。这只乌熊12号发现伫粪扫集中箱找食物，所来着一颗溜溜伫街路大扫。这款的情形伫加州并无罕见。不过保险公司对以下这段影片刷起交易，画面当中一只熊对这只价值数十万美金的劳斯莱斯副驾驶座撞入去车内，爬到后座咧佚佗。伫名车内底座椅顶所在留下各种的裂痕。车主提出相片甲监视器的影像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保险公司感觉有古怪，请求加州保险部介入调查，认定这只熊是人假扮的。更加离经的是，保险部进一步调查发现，伫洛杉矶郊区的同一地点，有其他2只变速的车也互乌熊侵入，佮向无共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为着确认这3件事件拢是共一只假熊所做的，当局请来加州鱼类甲野生动物部的生物学家帮忙鉴定，落尾佮真正伫嫌犯厝内找到一束熊的服装，总共互诈领的保险金超过台币420万。4名牵连着保险诈欺甲强苗的嫌犯，已经伫拜三互抓到。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
泰国的古城华府里府，阁号做高城，因为高伤济会攻击居民。今年2月开始，泰国政府开始用各款方式来掠猴，甲猴的数量控制落来。不过，动保团体认为要甲猴严条绑起来，唔通继续生炭才是办法。火卡车的车道组织真侪大胆的猴，像车主买水果红毛丹，一直到车主落车，甲水果弹掉，部分的猴才离开。泰国有名的历史古城华府里府，伫万古北边140公里远，当地四界会通看到猴，特当个伫有名的三峰塔办猴的自助餐节。根据泰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猴是受到保护的物种，袂当伤害。这猴过去要是华府里府有名的观光财产，吸引游客特色之一。不过过去几冬新冠疫情爆发的时阵，华府里府封城，猴因为欠食物变较真暴力，而且摊生愈来愈多，成做当地居民的恶梦。แต่ก่อนเนี่ยคือให้เขาเนี่ยเขายังกลัวนะแต่ตอนนี้มันไม่ใช่แล้วคือเขาพร้อมที่จะแย่งชิงทุกอย่างที่เขาจะทำได้3500只家庭加伴的狗会占领紧着攻击居民，佮抢走居民身躯顶、手头出来各种物品，互居民产生活伫电影《星球崛起》的触觉。狗的问题，互真侪当地店家倒去，企业搬走，投资停止。有一寡当地人离开故乡，也是伫厝内设路障，防范狗的攻击。一直到今年2月，泰国采取强硬行动，用照片甲限制来掠狗，对减少狗的数量真有效。That you maybe halve the population by taking half of them away, but you're not fixing the problem at the root, which is the multiplying of the animals. So in 3-4 years, you'll have again the same amount of monkeys there. 暂时差不多1600只狗，互当局掠着关起来饲，互华府里会生活环境豆豆恢复正常。不过动保团体宣布赞成政府甲狗关伫笼仔内，建议政府对狗做手术，互因袂生。泰国国家公园野生动植物保护部表示，未来按算对华府里府的所有狗做绑起来袂生的手术，而且互狗踮伫指定区域，互专人来照顾。公视新闻台是董炳佑。今仔日国际。法务部长决议甲原本第3级毒品依托米纸升级做第2级的毒品来管制。行政院要通过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3.0，未来4年会投入150亿用来解毒品、购掠毒品。成功！交火柜厝的大门口开，内面拢是盆栽，经过检验拢是大麻，外算窃带是超过8万。警方在台东绿岛查到第一件种大麻的事件。他们为什么会选在绿岛地区？就是绿岛它常常会有外国人在居住，在台风舰配置的检疫也不会很多。规身躯包条条，伊就是涉案的细港的查甫人，伫当地涉及开店兼做毒品的买卖，和大麻同款，拢列做2级的毒品。定看有古柯碱、安非他命、MDMA。法务部搁伫14，经过毒审会决议了后，甲依托米纸对原本的3级提升到2级管制。未来我们会循程序来函请这个行政院来做正式的公告。单纯的持有跟施用也会构成犯罪行为。强势毒品的管制力量嘛搁加大，行政院嘛确定通过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3.0，未来4年会投入150亿，解毒的方面占比5成以上多，对接毒品的部分嘛有3成4。政院就是有追加办理再办，我们再有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规划的方向？谢谢。要投入100亿反毒的工作，要安怎规划？法务部长陈明谦并无讲，目前国内当年平均轰炸接到用毒品的人是超过4万个，第一摆食毒的人数是8000多人。即么政府反毒是设定4大目标，阻断僵尸、减少毒害、稳定复归、阻止再犯。不过，在面对一直转变的食毒和卖毒的形态，这做法敢会当有效来阻断毒品的危害？在过去传统的侦查的思维之外，在网络巡逻上面的技能可能必须同步加以提升。侦查技术真的需要与时俱进，尤其对于网络的这样子一个所谓的侦查的这一块，那我们就变成用医疗的方式先行，然后真的不行再进到监所的模式。那为什么无效？没有真的有一个系统，或者是有一套非常好的模式。面对毒品的乱象，专家建议讲，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抗伫戒毒，必须要用着方式减少使用毒品的再犯率，或者嘛提醒源头防治的重要性，用教育来阻断毒品新生人口个出现。即款当围查毒品，嘛同款爱对时代改变更加进步。记者综合报道。
内政部进前通过《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定出行人优先区内面车辆限速20公里，但是超过速度上当通罚3万6，搁会吊牌6个月。目前新竹县安算规划伫咧kỳ花到警察局之间185公尺长的路段来推动，这嘛是全台湾头一个行人优先区。车辆经过关户头前，驾驶拢会专工甲速度放慢，唔敢驶紧。内政部10月实施行人优先区，甲设置权力交予地方。新竹县政府目前按算甲县议会到警察局之间的路段，规划做限速20公里的行人优先区，所引起民众有无同的意见。我觉得这边限速20公里相当的不合理，尤其现在竹北交流道这边，然后再塞车，你很多县府的人要进来上班，这一个大停车场。你从那边一塞着进来，这限速20公里之后，全部都会塞到交流道那边。20公里太夸张了，你走快一点都要超过20公里了。我觉得合理啊，因为这个要很多人进出，应该慢慢开啊。新竹县交通处指出，因为这个所在附近拢是行政区域，有不少来办公的民众在出入，所以才选择把这规划做行人优先区。上班每年6月进前得开始实施。预计在县府周边的行政区内的道路来设置减速标线、减速丘、立体行穿线等来限制驾驶人的行车速率，来提升行人的安全。那行车速率是20，那路口会增设一些优先的标志。那工程发包时间大概在明年2月，那工程完工时间大概抓在6月。交通处提醒民众，未来只要看到这拿底白里的行人优先区标志，限速就是20公里，目的是要保护过路人的安全。那超速上当会罚2400，希望共同创造友善行人的交通环境。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台北最近这5年通报高山出现的案例有226件，有一个农民用炮仔来赶狗，手刷碰到伤，险爱切掉，也因为无产品资金无法度理赔。民意代表是呼吁政府爱协助赶紧投保，动保处也讲会协助处理，继续关心农民的伤势。我去油炮放了很多次，太多次，可能1、20次跑不掉了啦。可是这一次竟然。这个汽油炮竟然把我的手炸伤了，是，那整个手都炸烂掉，然后导致手现在短了一截。按照规定，农友正常使用广告炮刷电导轰炸伤。台北市出现头一个广告炮炸伤的事件，造成农友严重受伤，幸运保住到手，避免责机也毋过。记者招集台北过5年通报台湾高山的出地达到226件，以内湖区上济，有64件，其次是树林区46件，文山区甲北投区也有38到30件，也造成农损。广告炮作为农友主要赶狗的手段，5年来有843个真主向农会申请，这位农友3月使用广告炮的时，所发生炸伤意外。可是那一次他竟然没有出去，我就看到不对，是不是在管子里面？我稍微听了一下，愣了大概1、2秒，想要丢掉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就膛炸，整个水管炸断掉了，炸裂掉了。农友表示，进前用挖20摆的广告炮拢无问题，怀疑这摆的广告炮有欠点。3月受伤7月通报了后，动保处派出向上安保委员，互伊感觉似乎想要将代志带落来，佫无任何保险理赔，引起机关关切。农友按照使用说明书，家己做合规的 PVC 发射管刷意外受伤，敢讲市府免负责。因为还是很多人照着你们的方式去用 PVC 管呢，万一他又遇到第2颗这种瑕疵炮，又倒退去膛炸。如果这次管子裂开，插的是他心脏，插的是他眼睛，他的头怎么办呢？受伤的事件我们会跟那个法务局或者消防局还有中央来进行相关研议，来协助这个农民。虽然农友会当提高国赔，但议员除了要求市府研究赔偿办法，也针对广告炮无炮仔烟火表示真好，爱市府研究申请投保公共意外产品责任险，佮提供可靠的发射管予农友。动保署表示会进行相关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昨日桃园市有一个技销到民众厝内办芳收，所互虎头芳店店甲过往，因为掠芳掠蛇的工课加重消防人员的负担，部分县市已经把这个工课交予农业单位来处理，不过也有部分县市继续委托消防单位来做。民间团体就批评这款地方的农业单位无负责任。
伫咧路边的技销向救护车一手，因为伊甲另外一个技销到民众主体板旁收，同时说好后头旁顶。他就叫那个消防队的派那个义消来，就在拆那个被他盯到，然后就口吐白沫。这是发生伫拜三早起的代志。桃园市消防局第4大队利用潭义消分队13早时接到119通报，去平镇的民众徛街板旁收。虽然有穿防护装备，不过一个36岁姓范的队员，要是互碰顶到双手的手骨，送病院急救，要是不幸过往。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难过。我们会尽量的争取，就是保险上的理赔及争取抚恤。2020年，桃园北德也有义消掠碰红顶，暂时无喘气甲心跳，加在急救有救倒来。掠碰掠抓工课加重消防人员负担。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协会把呼吁这款工课不是消防人员的专业，应该交予农业单位来负责。但是，亲像这2摆发生意外的桃园市，虽然2015年甲掠碰掠抓的工课交予农业局，但是农业局也是甲业务委托予义消来处理。最后也是消防单位负责掠碰掠抓。最根本性的原因应该是农业单位他不愿意去正视说他自己的人力不足，还有就是装备的预算等等的问题。农业的主管机关就是地方的农业局，他其实应该要正视这个勤务，它就是他的责任。那所以他应该要来补足捕风捉蛇勤务所需要的人力跟装备。2017年的时，中央有设定农委会的计划，补助地方政府办理掠碰掠抓的工课。不过落尾2020年底停止补助，全部由地方政府负责。部分县市自安尼继续交予消防单位来做。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批评，过去拢是消防人员掠碰掠抓，一寡地方农业单位就省事，无愿意补充预算甲人力。因呼吁地方政府重视这个问题，也建议中央搁再考虑补助地方执行这个勤务。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花莲近海昨早起发生规模5.4的地震，气象署是证实这是4月初3大地震的地震尾。因为这摆的深度较深，对地面来讲的影响是较小。不过，因为地震尾一直有，加上天头风太瓦紧，特别提醒山区的民众就要注意安全。警报声响起来，事后明显感觉到有害。花莲近海发生规模5.4地震。有感觉地震吗？有。为花莲的鱼潭即时影像也会当看到。镜头上下到这边海架真大力，花莲发生有感地震，大石片山影像也明显的海动。地震中心表示，这个地震属于0.403地震的地震尾，离0.403之近大约6公里，不过深度较深，达到30.5公里。那这个地震呢，它的深度是30.5公里。这个地震本身它是今年0403。7.2主震之后的余震之一，它这么大规模，它会有相对应很长的一个地壳的破裂。那这个破裂呢，相较于过去一些比较重型的地震，它需要更多的时间进行应力上的调整。气象署证实是0.403地震尾，不过因为深度较深，对地表震度影响较小，不过地震尾依然在继续。无定时恐惊有规模5以上的地震发生，加上天头风台恐惊侵袭台湾，提醒会发生地震尾的地区也是山区要多加注意。这个余震事实上就是说，在前3个月可能就是还蛮密集的。这个余震的活动可能会拖个1-2年甚至到几年都有可能。不过就是说，它的这个地震活动慢慢的余震活动就会降低。所以台风要来，这比较应该注意的就是降雨的问题，落石或者是土石流。地震中心统计，花莲0.403地震到今累计主震加上地震尾有1746个，其中规模5以上还未到6个地震尾有95个，规模6以上还未达到7个有9个。记者综合报道。南投131线是小接玻璃甲鱼池的重要道路，4.7公里牛洞段路段，因为山壁石崩落来，县政府就安炸石头的网仔。去年防灾受损，搁做新的，本地今年7月份要完工，却拖到今仔也未做好，封路做工程也引起民众不满。
刷标顶风土少的防护网有的已经set好势，有的煞还袂搭。南投埔里131线浮动段路段4.7公里的所在，防护网破去，原地是今年7月份换好势，不过工程拖强要5个月也袂好，期间道路讲封就封，引发民众的反弹。就是讲连续拢算拖较时间较长无，较紧赶做啊，无影响交通无，大家遮出入拢较无方便啊，爱多超半个小时的路程。爱走8条路就对啊。绕立鱼池，绕一大圈啊！南投131线是连接埔里镇甲鱼池乡重要的道路，不过4.7公里的山壁常常有土石放落。2017年就发生过土石落落来抵着车意外，造成车失控弄山壁，驾驶重伤死亡。2019年，南投县府伫遮搭上站的防护网，不过去年洪灾土石落甲真严重，致使防护网破去，到今也无法度完工，地方是批评工程单位激放风。要人讲因工课有当时啊，做到2点外就休困啊，变成讲有做哪无在做啊呢？变成讲伊的工期一直拖延啦，造成阮遮足大的无方便啦。一部分的零件需要是进口的零件啦，材料还在海关那边审核嘛，进关。那预计下礼拜会施工啦。大概月底会完工这样。南投县工务处表示，防护网有特殊的金属零件，需要向国外的工厂订。目前已经到台湾报关当中，但所有物料到位就会加速进行，按算后礼拜就会开始施工，这月底完成。记者综合报道。苗栗有旅游团13去嘉义阿里山湖美吊桥归观光，栈道所绑起，有1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这个茶座的栈道已经有13年。今年8月份，公所有去看过，确实外观无问题，也有可能是最近落雨茶才会凹起。各位旅客对一站楼悬的茶栈道摔到涂骹，结果车甲受伤的人送病院，有人是换腰慢慢行，嘛有人倒伫软桥，3个人送去圣马尼丁病院，2个送去家己病院。吓一跳了，因为那个也是意外的，意外。站好准备要照的时候。突然间就滑下去了。工团的旅客讲，迄当阵本地是拍算要翕团体相片，才徛定就发生意外，嘛互行程提前结束。即个伫阿里山山美村的福美吊桥，早起已经有封锁线，今朝有通阁挖过去，无排除是最近山区拢一直落雨，造成插座的桥是滞气断气，结果一死4伤。但是死者的家属认为政府有管理的疏失，要提出国赔。山区一直下雨那个里面腐蚀还是怎么样，或者是？因为昨天上去的人也很多，差不多10几个，可能有操纵的问题啊，这个部分还要厘清一下。放一个杀人机器在那边哎呀，你都知道它危险，怎么不？像警方也会围个黄布条封起来，大家比较会害怕嘛。这座桥是8风灾了后起的，是以造作定用的稻含色水做主题来展现当地的文化。后壁关予公所管理维护，公所在今年8月检视过外观无问题，桥面有钉捅出来这状况，嘛申请着经费要整修。但是民代质疑讲，就是整修工程延前，阁无封桥，再造成意外。官府讲已经要求全面检修吊桥。要是桥的前面的那个引道，对啊，那个部分我们以后会把这个也列入检测的。现在我们要做是全面在检视，有很多木栈道。阿里山乡公所对下晡开始检测其他的吊桥，官府已经安排家属伫当地免治带赎，对伤者死者的家属嘛提供慰藉金。除了查明事故的原因，公所嘛强调讲，应该负的责任绝对会负，袂去杀。记者综合报道。今年2摆风台造成高雄超过2500件树仔倒去的案件。高雄市工务局甲国家地动工程研究中心合作，甲有可能倒去的树仔装通报系统。目前新增第20丛树仔做测试。进行3度的风台过境，造成高雄真侪树仔丛倒去或者是凹断。根据统计，高雄市有16万丛的路树，有真侪树仔进前就除外的情形，拢无发现，因为派人去巡无够人。所以最近工务局甲国家地动工程研究中心合作，伫树仔丛顶头装这种会当侦测树仔是不是歪起的机器。高风险的部分的计20处的树木来装设倾斜仪，那借由这个的监控资讯的话，当数据达到一定的警戒数值的时候的话，那会通知我们公园处，那针对这棵树木去到现场去做一个巡检，
那去判断它是不是需要去做一个加固或扶正的一个紧急措施，那以减少整个意外的发生。公园处讲，伫即马市区内面20丛的路树有装这种新的设备，那树仔丛角度歪去，资料就会传去山顶平台发出警报，公园处就会派人去巡，将树仔摊好正。市府希望会当增加路树安全加管理，避免树仔若倒去伤着人。不过，新林城市协会理事长建议应该扩大检查路树的树坑、过树根，才是治本的方法。进阶的检查后发现，这些特别有几棵树是需要去密集的去监控的，我们再来装。应该是用这样的方式会比较节省预算，然后把预算放在刀口上。公园处讲，即马有装这种监视器的树仔丛，拢伫咧市区内，到时效果若好，以后会装伫咧高雄每一个行政区，拢总会装100丛，用智慧侦测来代替人工巡，缩短灾害应变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即阵是台南七股内海蚵仔的产季，煞因为今年风台雨水较济，海水变较正，蚵仔是死到剩1成，一斤是起到250块。做食业者嘛受到影响，有人是买进口的来贴，嘛有人无顾成本，继续用在地。农民手无用咧剁蚵壳，拍开蚵仔细面搁真瘦。照理讲，即阵是台南7个适合的蚵仔产季，煞无啥物农民咧深蚵仔。农民讲受到今年风台影响，蚵病拢降歹去，这蚵仔死甲剩1成，这是近年来上严重的一届。农民嘛敢若会当加减猛禽，轻寡成本，转来补贴。就拢无蚵仔，就拢无蚵仔用啊！你看应过若剁有8人哦，真剁无啊，真剁人无5人。这两厝的风台哦。雨水搁落济吼，规个水淡化的蚵仔死真济，搁等着阮饲养吼。现在规个伊的养殖基地吼，规个拢绿化足浅啦。你若开大日头，蚵仔缺氧，伊也要死啊。蚵仔旧年一大斤是150块，那即阵是起到230至250这项，这嘛互用蚵仔做生意的业者头壳莫咧烧，因为产量无够，有人嘛只好买进口的来搭。贸易业者犹原坚持用在地虾，像这个看起来真好食款的珠宝鸭肉，用豆腐掺大量的蚵仔落去做料理，还搁这个蚵仔汤。不过要食安尼的组合，就爱搁等，因为本土产量少，有业者只好停止卖汤。蚵仔物件就是歹食贵。愈歹伊愈贵，所以即马就算是进口，现在一斤也要220啊，所以很多业者都哀叫啊。因为阮是用家己的，所以我们那个自己吸收成本。你想咧，阮咧做生意利啊，人个人家咧买原说250嘛配，其实真台湾的蚵仔拢嘛越南的，拢进口的，因为台湾即马个风台吼。蚵仔拢去风台拍了。针对产量当时才会恢复，农民无奈讲，这海划线当咧倒休甲真严重。因认为7个适合这的蚵仔产业，全无10档通做，毋望政府来斗下手，互因渡过难关。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即阵24点钟营业的自助店面是愈来愈多，不过中华就有民众反映，未少24点钟营业的自助洗车厂甲夹红仔店开伫徛街附近，半暝的声音实在是互人制裁袂牢，严重影响到生活品质。自助洗车场内底有专业的设备加空间，未少民众会选择来遮家己洗车。但是有的洗车场开伫主题区附近，居民讲，抢在3更半暝有民众来洗车，互因真困扰。噪音非常的大，然后白天我们还能接受，因为是工作时间或者说白天大家外出，但是晚上休息大概8、9点以后，就是我们靠近洗车场那边，噪音就会影响我们休息。对，好像不三时都有听到咧，频率算会叽叽叫吼，咱无法度困较足安眠的。即阵24点钟营业的自助店面愈来愈多，中华有议员表示，未少民众反映，徛街附近有侪自助洗车场甲醃红仔机的店面，半暝机器运转的声音、机台的音乐声，实在互人制裁袂牢。希望会当规范主题区内店头的营业时间。声音的管理，环保局应当有法度处理啦。但是啊，营业时间应当就送下去，爱落针对时间啦。咱即摆是24小时的，恁也袂讲伊透早互伊做个暗时11点。安尼算嘛，时间足长啊啦。这个要去问中央的法规，看有没有抵触啊？因为中央的法规是没有限制营业时间的，所以我们就一切都还在研究的阶段，嘿啊。
官府表示，目前中央法规无禁止自助洗车场甲业红仔机店袂使开伫主题区，当咧研究制定相关的管理规范。噪音的部分，环保局会加强主动稽查，必要时会请业者先针对隔音设备做改善。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美国众议院监督小组委员会13举办听证会，前国防部官员甲退役的海军少将拢表示 UFO 是真正存在，不过五角大厦是无回应。只是今年3月的报告当中表示，人类看到的 UFO 只是无人机顶普通物体。长期以来，不明飞行物 UFO 一直是大家正爱讨论的话题。真侪人拢讲，伊捌看过无法度解释的空中现象。美国众议院监督小组的委员会第13举行听证会，表示讲要把这个议题公开透明化。美国退役的海军少将加劳德伫会议顶讲，伊伫2015年服役的期间，不收到对美国舰队指挥部军官遐寄来 email， 附件是海军的飞行机伫演习内面翕到无法度解释飞行物的影片。批内面佫讲到海军的飞行机和不明的飞行物是真侪摆，差一点就启动着，而且警告讲问题若无法度解决，演习有可能会取消。会当看出不明飞行物是真正存在的，只是过当讲这个 email 都对伊和其他的人的信箱内面无去啊，而且后壁都毋捌阁有人提起。前国防部的官员艾利桑多嘛出来作证，讲美国和一寡实敌人的国家掌握不明异常的现象 UAP 技术，拢是机密的范围。但是伊嘛强调讲 UAP 是真正存在的。另外，艾利桑多阁讲，政府有一个秘密的 UAP 对飞回收计划，目的是要识别因吹到的飞行器，而且想要对内面来学技术。Let me be clear: UAP are real. Advanced technologies not made by our government or any other government are monitoring sensitive military installations around the globe. Furthermore, the U.S. is in possession of UAP technologies, as are some of our adversaries. I believe we are in the midst of a multi-decade secretive arms race, one funded by misallocated taxpayer dollars and hidden from our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and oversight bodies. 另外，国会捌伫2022年举行50多年来第一摆的 UFO 听证会。对迄当中开始，真侪军事和情报官员拢捌作证，讲因捌看过不明异常现象 UAP， 而且认为讲因有可能佫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五角大厦对13个听证会是无发表任何回应。五角大厦伫3月的报告内面捌讲，人类看到的 UFO 毋是对外星世界来的，只是普通的物件，亲像是无人机、火箭，也是鸟仔类等等。公司新闻新闻部的编译。有2000多年历史的秘鲁纳斯卡线考古团体用要1世纪的时间，才发现438图。不过，即摆有科学家利用 AI， 伫6个月内就发现300幅新的图。画面顶悬看到茫茫的圆壳啊，甲边的线条出现伫秘鲁的纳斯卡沙漠。考古学家用 AI 技术来解图，研判是一个人头壳顶有地层态的物件。伫纳斯卡线缝发现了后的1世纪内底。考古团队透过解析度悬的影像技术，拢总嘛才解读出438幅涂骹的图。日本三雄大学考古学家板井正人甲美国 IBM 合作，开发出 AI 辅助的技术，分析为空中翕的影像相关的数据。短短6个月，就研判出303张新的涂骹的图，数量是原底的2倍。因若这个涂骹的图有的规模较细，较袂去互发现；因若图的内容有的是人形。有的是野岛的游鹅、甲鸟类等等的动物。研究团队甲发现的成果发表伫国家科学院学报 PNAS。研究团队指出 ，AI 大幅度缩短判图的时间，而且会当精准定位出较会去互风口判去浮条形涂骹的图。考古学家透过这套 AI 系统发现的这个涂骹的图，因的风格、寸尺、甲主题，甲英国发现的大型线条涂骹的图无啥共款，显示无共种类的图有独有的意义甲用途。专家研判，浮条形的图主要是咧为人类这个主题，或者是有人饲的动物，甚至有斩首的人头，目的伫咧分享个人或者是群体的信息。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伫咧17世纪的波兰，有查甫囡仔，互人认为是输火鬼，落葬的时阵，牙棍甲脚拢互拔掉的。有考古专家伫咧2022年的时阵，利用3D 技术重建这个查甫囡仔的模样。
瑞典的考古学家尼尔森近期拿录这个美术敢若真人的小鹿半身模型，这个小鹿的面表情看起来美术敢若真人。2020年，波兰的哥白尼大学考古团队在波兰北部普尔镇的一个无名墓发现伊的时阵，只是骨头。 She was found in a grave 2022 with a sickle placed over her throat, and at her left big toe there was a padlock placed, and this is interpreted as signs of the people that buried her thought she was a vampire. 考古团队证实，这块骨头的年代差不多伫17世纪，年纪差不多18到20岁。文献记录显示，村民该叫做柔西亚。对骨头的构造加 DNA 资讯来看，柔西亚应该有头狂，一个正严重头痛的症状，可能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尼尔森甲伊的团队用扫描技术，确定每一个骨头各部位的组织高度。 国用3D 列印加黏土来建模，重建柔西亚头加顶半身的模型。对所视影片让看到团队伫咧建构柔西亚的过程，对画骨头开始，过来用黏土一步一步打做基板，美术就敢若真人共款。We do a scan of the skull, and then we let a 3D printer print an exact copy of the skull on which I can work. She catches your heart. It is a strong story, and I'm very pleased with presenting her, most likely her true face. 研究人员对柔西亚的陪葬物认为，伊可能是出身顶流阶层，在400年前被认定是鬼怪，互人用四会鬼的仪式来取代这个少女。经过现代科技，可以用人类的形态再一遍出现。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 落尾咱最直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23度到30度，中部地区23度到29度，南部地区23度到29度。 东部地区23度到27度，高岛地区22度到30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咱明仔载再会。